可乌拉，大家多多留心。你看哦，哇哇 Hello， 特伟、嘎妹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糖糖姐姐，嘎妹在学万兽之王狮子，你看像不像？哇！好可爱哦，有像哎。彤彤姐姐，你怎么提了这么多东西呀？是要出远门吗？哦，这个啊，是因为今天天死冬后是个太后天，天气很好，所以我跟朋友约了要去郊游。那你们要去哪里玩呢？我们今天准备要去公园野餐，你看我带了一些面包、水果，今天的野餐一定会很好玩。哇，听起来好棒啊！对，我们下次再去动物园吧。我们也跟彤彤姐姐一起去野餐，好不好？好喂，好喂。彤彤姐姐，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拜托拜托，带我们一起去嘛！拜托。当然没有问题啊 ，OK 天死冬后，天死冬后，天气很好。彤彤姐姐，你刚刚出门有下雨吗？哦，我刚刚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，天死冬后，天气很好。天死冬后，当有人问我们天气如何的时候，如果外面是大太阳，你就可以说天死冬后，天气很好。天死冬后，天死冬后，天气很好。今天教的客家话“天死冬后，天气很好”，你学起来了吗？天死冬后，天气很好，都学会了。好棒好棒！那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哦，张来亮。